炒股唔使驚，餅哥喺大廳。啱入股市係咪覺得 K 線圖好似天書一樣啊？唔使慌，今日帶各位老友記認識一個好實用嘅分析工具——波浪理論。佢就好似睇大海一樣，幫你睇明白股市入面升跌嘅節奏。一、核心思想，五上三下。想像一下波浪，一波波浪冚過嚟，跟住幾個小浪退返落去。波浪理論認為，市場基本遵循係五浪上升加三浪下跌嘅循環，就好似呢一張圖一樣。驅動浪一到二到三到四到五浪，主導趨勢方向，譬如話牛市裏面嘅上升趨勢。調整浪 A 到 B 到 C 浪，逆勢回調，就好似牛市中嘅下跌休息。二、五浪上升係點樣嘅呢？一、浪一起跳，少數人入場，升得15、16，經常會俾人當成係反彈。二、浪二回調，部分人獲利了結，但唔會跌破浪一嘅起點。三、浪三衝刺，大眾入場，升勢最猛，時間亦都係最長嘅，千祈唔好錯過。四、浪四休息，獲利盤湧出嚟，回調但係唔會跌破浪一嘅區域。五、浪五狂風，最後衝刺，但係可能伴隨住泡沫，要警惕。第三，三浪下跌係點樣調整嘅呢？ A 浪跌，趨勢有逆轉開始，好多人都仲以為係正常嘅回調。B 浪反彈，逃命波浪，有人炒底，但係股價唔會過前高。C 浪殺跌，恐慌蔓延，跌勢兇猛，徹底終結上升嘅週期。波浪理論唔係水晶球，但係佢可以幫你理解市場嘅情緒同埋結構。記住，一、數浪好難完美，千人千浪，重在理解邏輯而唔係精確嘅點位。二、浪三係朋友，浪五要警惕，C 浪唔好接刀。三、結合其他工具，譬如趨勢線、成交量，一齊睇會更加靠譜。記住啦，股市如海，睇識波浪先至可以乘風破浪。我係 Ben 哥，喺廣東深圳，得閒飲茶，惠語財經點讚。